受气的时阵，我感觉亲像一尾乌龙伫我心肝头伫滚搅，人不知就怒火冲天，又地人死地。我听婆婆讲过，讲庆瑶出世的时阵，拄好公公忘记一尾乌龙下原来投胎，公公一定认定，讲庆瑶就是迄尾乌龙来出世的。公公会惊日后会杀孽重，所以当时险险啊，就杀死家己的亲生囝。这对玉佩是阮老爸送予的，玉佩顶面有刻一模一样一对乌龙。阮阿爹讲过，这玉佩是会保身辟邪，我这得送。照安尼想起来，庆瑶是因为将伊块玉佩送我，个性才会改变。偏偏我甲表妹去行刺温情的时，将伊块玉佩放弃。为着庆瑶，我一定爱将伊块玉佩甲伊找倒转来。岁勇，你精神啊？是哩。这间草厝是我甲一个招夫租来，要你踮在遮好好啊养伤。我会踮在你的身躯边照顾，等到你的伤好为止。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我连庆瑶毁掉我的武功，甲我拍成重伤，使我袂当搁再找你的麻烦。这毋是才下着你的心意，互你会当甲伊成婚。为什么你反倒转要来救我？水哦。当初我为救敬瑶脱身啊，答应甲你代谱的婚姻，后来是我后悔的背心啊。
灰心，因为是天注定。只要阮两个人若受冤，阮就会当搁再死守，负仇就会当化解啊。何况这是一点仔小小的误会，我并无挂心。要无你踮咧遮倒休困，我出来甲你买药啊。无啊，你细个是找有斟酌无？有啦，我找到安尼偌斟酌的呢，也毋过搁安怎找嘛找无鱼喙娘啊。打这声害啊啦！你看，偏偏每一个人拢对庆瑶出征去，尤其迄个上顾人怨的细温手也对出去，害我咧连要参详一个人都无啦。你看，无缘无故，翠娘也失踪啦。庆瑶若知影，伊一定会埋怨我。哎呀，等哦，鱼喙娘伊的功夫遐尔啊好，伊人会跳呢，爱保健哦，搁会飞咧呢。啊，伊若是想要走哦，啊，咱什么人嘛袂法度甲伊留着啊。英姐，等哦，这件代志甲你一点仔关系都无，啊，恁哪会着甲人烦恼干呢啦？但你知影一个啥？翠娘啊，是庆瑶的心肝宝贝呢。哈？恁报夫人，有一位新来的家仆叫阿秀啊，因为厝内有代志，讲请假倒转，就爱甲你讲一下。你若知影就好啦，这小可代志毋免讲啦。也有，迄个阿福也毋知怎样哦，临时无看的人，煞失踪去啦。哎呀，连大姐啊，当连姊妹心肝宝贝都失踪去啊，当小小一个路财失踪，有啥物话通我大惊小怪嘛？我甲恁交代哦，这件代志千万毋通互庆瑶知影，伊若无啊，一时会无心无情，尤其伊即马人阁身在贱地啊。康熙59年9月，兵装大军攻入西藏，走杀残兵。招募准刚年连将，杀将7营屯刀堡，弃装夺回伊犁。温提率大军班师回朝。身份真惊八见，无法大将军温提在入宫录中详述连庆瑶的大功，皇上对于悲剧赞誉，未免有加。帐下有功之人也各有赏识。纵乱既平，皇上对温提更为重视，从此温提在满汉大臣的眼中声誉何争。人人都认为皇上会册封温提为东宫太子。张大人啊，要我呢？无在我讲到有罪，便无烂去。要我呢，甲你讲，你还阁袂当了解是无？咱是老朋友啦，迄今日写歌吼，互你有一个遮尔啊大的好的机会，这个袂晓定哦，都戆囝咧，免啊我吼，我早就讲出来啊你。张大人，王舍传位教书的时阵，只有你甲瓜女太两个人伫咧旁边。但是瓜女太甲我一向不和，所以我决定要自从你纳为新北的公臣。讲，传位教书是放伫咧倒位？是藏伫
正大光明殿扁野后面。哦，老朋友啊，教书是安怎写？是写有什么人要做皇帝啊？这讲，是毋是四阿哥啊？是14阿哥。你尽管放心，父王疼爱我，对我是百依百顺。恁父女是朝廷的钦员，伊就去用降旨来特赦咯。还佫有啥物代志，父王袂为我做主嘞。恁的轻功遮尔啊好，敢无法度人自从正大光明殿扁野后面的诏书受教？论轻功，当今武林道上只有一个人，仍在神不知鬼不觉，侵入正大光明殿改诏书。什么人？伊的名叫做王琦，何不灵。也毋过，听讲在数十年前就已经退稳江湖啊。这个人即马伫什么所在？变老爷，这个人伫什么所在是毋知影。也毋过属下听讲，这个人伫乌港有收一位文道，叫做什么名？听讲姓连，也是官家的子弟。敢会是连清瑶？啊！连清瑶啊，这就无问题啦，无问题，一定代志拢办理甲真好势，我来去找伊。万青，阿舅，唔免去，去代志反你会办袂成功。不管是毋是，我就甲伊当做伊是王不灵的徒弟，就将改诏书的任务交互伊去办。
诏书，无毋对。你是王不灵的徒弟，只要你施展灵师家己的绝技，表好神功，就会当神不知鬼不觉，去到正大光明殿修改诏书。你是要爱我怎样改法？大学士张德玉讲，父王的诏书内面写，传位与14王子，只要你自从10改成5，变成传位与4王子，就会用的。庆瑶，你是要答应也毋答应？你为什么摇头？此事那本性啊，你大婚，我不理的为权诉红门啊。人间一路想结婚，结局的对金嘛满冬春，荣华富贵，人爱起心行事却不该啊。此事是我难将命，一生尽忠我保的朝廷啊！哼，阮父王不公啊！我是男丁，伊有的亲生，伊娘的有心。册封的字书，我不过问如何处理这命本哦，阮地乱了。我为君，伊献孝仁义，天下闻。就是北京出来出言论，不怕大河灭乱文。敢讲你袂？也你在四川路，会言行，行行的行行，我看得清。人选一项啊，代做定。你连家的满本是人道成。我并未的起心啊，来向事，我欲家的自罪来互反无助。你表人开心嘛是何苦？庆瑶，我爱你来做我江山母，做我江山母啊！马姨，在。自从你带回来迄个人，互连总督看。是。请看。
是你心上爱的人，你该当何罪？这站暂且不谈，但说鱼翠呢，曾经来行刺我2摆。如果你若是希望我会当了伊的死罪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答应去正大光明殿修改诏书。庆瑶，你是聪明人，为着要保你家己，也为着要保着你心爱的人，答应，唔答应，就看你家己咯。